新竹县长杨文科逼出牵涉着贪污，昨去互新竹地检署去敲办公室，人嘛带回去约谈。检方认定杨文科的罪嫌重大，先后以50万交保，不过无申请羁押必要。到底这敢是牵涉着进前风采520建案造成道路崩塌的事件？检方并无给说明。因为杨文科今仔日早起是照常去县府办公，强调一切会全力来配合调查，嘛希望司法会当刑以清白。县长会觉得委屈吗？谢谢。假日涉贪的风波，新竹县长杨文科和新竹地检署搜查办公室各团员，先后有抵50万交保，即照常到县府办公。面对镜头，心情可亲像无受影响。杨文科表示，40多年公务生涯，刑事公平磊落，会全力配合调查，捍卫清白。谢谢大家的关心因为侦查不公开，我会全力的配合调查。我们期盼司法可以还我清白，公正的来审理。检察官讯问后，认杨文科先生涉有贪污治罪条例之罪嫌重大，但无申请羁押之必要。讯后交保新台币50万元。杨文科牵涉倒一件案件，新竹地检署无透露，不过外界拢在忧，是毋是甲风采520天气事件有关系？法务部长蔡清祥是讲，检方核实了后，认定杨文科有犯嫌，不过无羁押的必要。复讯后认为有些犯罪嫌疑，所以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，因此预知交保。国民党发声明力挺，相信杨文科的能力甲操守，恶望检调秉持无妄无痛的精神，赶紧调查清楚真相。不过，姚议员认为，规案件重创县府形象，重创民众对杨文科的信任，甚至是我们检调在丰益的总部里面，是不是真的查到了内账？进而找到江良渊前处长的这些私房小金库，那是不是有没有机会继续向上延烧？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部分。杨文科县长今天是如常上班，身为新竹县的大家长，他一路以来战战兢兢，坚持奉公守法。新竹县府回应，杨文科甲县府团队一向是依法行政秉公处理，在调查结果无确定进前，唔通有一个影生一败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